我过来了。哎，我过来了。帮着走上哇？啊，我来可可了。刮过的了，这个。刚刮的。等一下啊，我一直刮好啊，你给我打磨啊。你刮一刮吧，试试啊。那这一块。小时候暑假的时候，基本上也一个暑假来帮你吧。对呀，当心一点了。我帮你去找个干净的衣服。来，这件干净的。我穿。我给你找个布擦一下。等一下。有经验的。有经验是吧？对，你再喷一遍。好，稍微有点不要紧，我还要打磨了。那这样差不多了。我现在就是没法出去，没法出去工作，因为嗲嗲。啊，对你爷爷岁数大了，没人照顾也不行了。对，下面去也擦一下。好。你现在在那边工作怎么样？蛮好的。蛮好的。你喝点水吧。我要喝点水。我感觉你这次回来，一直关在房子里面，也不出来，也不吃饭，我又要担心你的身体了。我在想，你到底还是工作压力大呢，还是？其实不管回不回来，我都是愿意自己待在一个小房间里。我的性格是这样的，我性格是比较孤僻的。20岁以外，你就是在外面了，可能我们接触是很少。像我说的话，你有时候都不爱听的。比如说你想来关心我，然后是想要叫我来吃饭的，进来之后就说你怎么又不吃饭？你看你每天吃的是什么？巴拉巴拉巴拉，就先数落我一顿。那你觉得孩子这个样子愿意出去吃饭吗？就是我理解你说话的意思。所以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更委婉的方式。那这个我可能还是自己还是没注意到，但是我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对吧？我不管怎么样，儿子总是我儿子，跟我儿子以后讲话，我缓和一下语气。反正你创业到现在，
有自己的实力了，我也是感觉很骄傲的。包括我的圈子里面，我的朋友啊什么，都夸你，他说你儿子厉害，我说是还可以。你在上海，你反正自己管好自己，对吧？该体检体检，该吃的也要吃的，也别每天熬夜啊什么，能早点休息就早点休息。被父母唠叨，但是又很开心，因为有人把你当小孩子，除了你的父母，没有人再把你当小孩子。